嗨，大家好，我係香港註冊會計 Coco。我以下要分享一個故事呢，其實看似好簡單，隨便自己都可以識填報稅表嘅，但係出嚟嘅結果呢，就變得非常複雜。所以點解呢？一啲你看似簡單嘅事情都要揾專業人士做呢，就係咁嘅原因啦。大家聽下我以下講嘅故事分享啦。呢位專業人士呢，就過嚟呢揾我哋幫佢撥亂反正。咁做咗啲乜嘢需要我哋撥亂反正呢？我首先呢，想問下大家，專業人士例如醫生啊、律師啊、保險界嘅朋友咧，都係會用無限公司報稅喎。有冇諗下點解佢哋要用無限公司報稅而唔係用有限公司咧？其實咧，因為佢哋嘅專業牌照問題。咁我今日咧就想分享一個就係醫生嘅故事。佢就過嚟揾我啦。佢話：喂，Coco 啊，我舊年咧自己報稅，諗住就唔係好複雜啦，無限公司又唔使揾會計師簽名，就自己交個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，就上稅務局嗰度啦，自己填個報稅表啦。但係咧出嚟評稅通知書咧，就係話佢要交一個薪俸稅啦，同利得稅。咁明明我都已經報咗利得稅啦，咁點解仲要交到薪俸稅咧？咪重複徵稅咯。咁我就覺得好拗頭啦，稅局點解會咁做咧？咁我就收集晒佢所有嘅資料。其實咧，稅局係冇錯嘅喎，錯嘅就係個醫生冇同醫院講，我而家需要用無限公司去報稅。咁啊，醫院填一個外判商 IR56M 嗰陣時咧，仲用咗個身份證去填，並不是用佢個商業登記證號碼。稅局收到醫院嘅 IR56M 某某醫生，咁又有100萬嘅年薪。咁嗱，某某醫生咧，又自己走去申報呢個無限公司嘅利得稅，有100萬嘅收入，咁啊扣除咗所有支出，可能剩翻80萬去納稅嘅，用咗180萬去徵稅啦。其實就令到佢都幾煩惱嘅，同埋你都知啦，醫生好忙，香港人或者所有做生意嘅朋友都會好忙，咁佢就會覺得突然之間收到之後就好困擾啦。咁最尾啦，我哋梗係可以好成功咁幫呢位醫生去反對咗個稅務。咁如果下年再發生咁嘅情況咧，咁稅務局根本就唔會去再豁免你呢啲稅款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咧，即管可以揾我或者揾下你嘅稅務代表去傾一傾嘅，因為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填個報稅表好簡單，永遠簡單嘅事情咧都會變得複雜嘅。如果你唔識做嘅話，咁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到呢度，拜拜。